日，伊蓮出席一個慈善活動，為一啲有需要幫助嘅小朋友出一分力。現場，伊蓮見到咁多可愛嘅小朋友，都盡顯佢母愛嘅一面。佢話咧，同小朋友相處真係好需要多啲愛心㗎。好多小朋友都係佢哋好可愛、好活潑，佢哋只係比較喺學習上面係有一個有一啲嘅障礙，係需要越早咧可以去幫佢哋去解除呢啲障礙咧，咁佢哋越早可以進入一個正常嘅教育嘅環境底下。咁所以我覺得好有意思。咁唔知身為媽媽嘅憶蓮，平時又點樣教囡囡嘅呢？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嘢係愛心同埋耐性嚇，同埋我覺得有咗呢樣嘢嘅時候咧，作為一個基礎嘅時候咧，小朋友就可以係有一個好正常嘅心態去成長。咁對一啲特別真係有需要照顧嘅小朋友，你覺得佢哋需要嘅嘢同一般嘅小朋友其實係咪都係一樣呢？其實都係一樣，但係需要更加多嘅耐心去更加多嘅耐性去耐性去明白同埋去了解佢哋，因為佢哋喺呢一個情況底下，佢哋比較難去表達自己，亦都唔識得去同身邊嘅人去表達佢自己，所以你一定要有更加多嘅愛心同埋耐性去了解其實佢嘅困難喺邊一度，然之後早啲俾佢喺一個專業嘅一個環境去訓練佢發展佢應該有嘅一啲表達嘅能力同埋一啲嘅機能，咁然之後佢先至可以早啲正常進入去社會入邊。開完演唱會嘅林憶蓮呢，最近就為慈善捐出善款，希望可以回饋社會嘅。做個對社會有責任感嘅人呢，相信係好多藝人希望做嘅事啊。嗱，不過有啲會選擇靜靜雞，有啲咧就希望高調啲，希望咧喚醒多啲人咧做善事嘅噃。無論出發點係點都好啦，只要出嚟咧有益有建設性咧，都係好事嚟嘅。你好。一個美容品牌為咗支持監護者早期教育中心喺九龍開設新校舍，幫助更多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日前就邀請咗歌手林憶蓮為呢一項義不容辭嘅教育使命作出支持。喺佢哋嘅成個學習過程當中咧，最令我感動一樣嘢咧，其實我就係睇到好多嘅家長咧，佢哋係好專注咁樣陪住佢哋嘅小朋友，然之後去觀察係老師係點樣去教導佢哋。因為其實喺幫助小朋友嘅同時咧，家長亦都非常之重要，佢哋要認識亦知道點樣去輔助佢哋去訓練，除咗上課嘅時間之外，咁呢一點係我自己覺得好感動嘅。咁同埋我見到每一位喺 Watchdog 嘅老師，佢哋都好有耐心。佢有愛心咁樣去教導啲小朋友，我覺得係一個好開心嘅一個環境。憶蓮認為教育固然重要，但係家庭教育同埋家人互相嘅關懷佔嘅比重應該更大，因此佢對自己囡囡嘅教育同埋人格發展，佢係親力親為，克盡母職。我覺得教育係除咗係你課室之外，就係同家人啊，同埋你身邊嘅環境。咁我覺得呢樣係最重要嘅一環啦，溝通係非常之重要。01年這一天呢，支持了一個教育中心新建新的校舍哦，以提供地方給一些學習詞源的小孩子學習。這次我其實非常的開心，可以參與幫助 Watchdog 這個機構其實主要是為了在香港的一些6歲以下的在學習上面有特殊需要的一些小朋友。那 Watchdog 這個機構其實在香港已經有一段很長的歷史來幫助這些有特別需要的小朋友。其實因為你越早能夠提供他們一些正常的一些適當的一些需要的發展的一些幫助的時候呢，就會對他們能夠更早提早進入一個正常的教育的環境來接受一些正常的教育。當了媽媽的憶蓮當然也挺了解小孩子的需要嘛，她這一天也特別支持了這個活動，是因為她曾經親身了解過這些孩子的情況。我覺得我在 Watchdog 探訪的時候看到的所有的小朋友其實都非常的活潑，非常的可愛，而也特別有自己的個性。那我覺得這些小朋友其實都非常的聰明，只是說他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他們會有一些的特別的地方是有一些障礙。那其中我覺得在
Watchdog 的这个探访当中，我看到很多的家长，那他们在学校的教室里面会有一个单面的一个反光镜，可以让他们观察在教室里面的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那我看到每一个家长，他们其实都非常的专注的，希望说在观察的当中，他们可以更学习到怎么样去在课室以外的地方可以帮助他们自己的小朋友去建立一些基本的一些学习的能力。当艺人的妈妈也不容易哦，因为公众人物的身份可能让孩子被追访啊。不过伊莲觉得做艺人反而让她有更多机会帮助别人。我觉得作为我自己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作为一个歌手，我其实觉得非常的幸运。那我常都希望说，可以帮助一些在社会上面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需要。那借助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如果能够能让更多的朋友有这些的认知，然后可以帮到更多的朋友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